《論語》記載住2500年前孔子教導弟子嘅說話。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呢本書咁耐，會唔會已經太古老啦？而家咩世界啊？科學世界啊？電腦世界啊？網絡世界啊？就係 AI 世界啦，係咪會淘汰咧？係咪應該有更新嘅嘢嚟去取代佢咧？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懷疑，但係我可以好負責任咁同各位講，我絕對相信《論語》係唔會被淘汰嘅。大家如果去一個書局裏邊好多書，可能數以萬本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呢啲書50年前嘅書局會有幾多部分呢啲書呢？再想象下50年後，而家上架嘅書仲會有幾多本係50年後再上架呢？相信絕大部分都會被淘汰啦。點解呢？因為絕大部分書佢講緊嘅係知識，講緊嘅係科技。知識會被淘汰，科技會淘汰，但係我可以好負責任咁講，50年前、100年前、200年前嘅書局都一定有《論語》，而50年後、100年後、200年後嘅書局，假如做咗書局嘅話，都一定都會有《論語》。點解呢？因為《論語》裏邊講嘅唔係知識，唔係科技，佢講嘅係一啲永遠唔會淘汰、永遠唔會落伍嘅人性。《論語》講嘅係教我哋點樣去做人，教我哋點樣喺一個現實社會裏邊，點樣人同人能夠去好好地相處，點樣人2500年前嘅人有慾望、有恐懼、有追求，亦都希望同其他嘅人能夠有一個和諧嘅相處，有愛、有關懷。而2500年後嘅今日，我哋嘅人一樣有慾望、有恐懼、有追求，亦都希望能夠得到愛、得到關懷。2500年後，只要繼續仲有人，我哋嗰啲人亦都仲會係有慾望、有恐懼、有追求，亦都會希望能夠人同人中間有愛、有關懷。呢啲係人性，人性係唔會改嘅。《論語》教我哋點樣喺我哋人性裏邊好好啲做人，做好一個人能夠真真正正達到一個真正嘅喜悅、快樂嘅境界。所以從呢個層面嚟講，只要有人，《論語》就唔會被淘汰；只要有人性，就唔會被淘汰。所以我哋好好地學，我哋繼續去延續我哋聖賢嘅智慧，將佢豐富我哋自己嘅生命，亦都將呢個智慧一代一代傳落去啦。